在早上的时候呢，谈到了暂时的果，也就是各种觉受，还有就近的果，也就是正悟。那这可以说都是修持大手印会得到的果实。那么因此呢，在我们修持了止观，修持这样大手印的修持之后，最主要我们是证得了心与空性无二的这样的一个本质。那以上谈到的是这一部分，但是在这当中呢，还有一部分它有稍显不足哦。不足的地方是哪里？也就是还需要谈到悲心，也就是同时呢，我们修持大手印，它是自然会生出悲心的，而且它是一定要生出这样的悲心的。所以在接下来的这个偈文第22个偈文呢，就是在探讨说，当在证悟空性的当下，悲心也自然升起，而悲心升起的同时呢，它的本质也是空性的。所以对于一个凡夫来讲，会认为有悲心的时候就没有空性，有空性的时候就没有悲心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空性跟悲心是双运的，合一的。所以在22个偈文就谈到说，众生自性恒常圆满觉，为悟此故无尽飘轮回，于诸痛苦无边有情众，愿我心绪升起强烈悲。那这是指说，当我们在修持大手印的时候，一定需要升起这个大悲心。所以在第4句，首先谈到说，第4句愿我心绪升起强烈的悲，也就是我们需要有这种很强烈的难忍的这种悲心要升起。当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想到他人，或者没有对他人有这种关爱之情的话，或者我们说这是二乘的一种修持，小乘的修持的话呢，这是不行的。那因此修定修禅修的果实是什么呢？也就是可以说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要能够利益到所有的众生。那么如何才能够利益众生呢？就需要有大的悲心。那么如果没有悲心的话，也就没有办法帮助很多的人。所以在这个偈子告诉我们说，我们修持禅定就一定需要升起大悲，而且也会自然的会升起大悲的。那么这个大悲它被形容叫做强烈的一种悲心，藏文的原文的意思是难忍的，很难以忍受，难忍的悲心。所以难忍就是看到众生的苦非常的多，你无法忍受，你难忍这种强烈的悲心。举例来说，看到人道当中生老病死的痛苦，当我们看到之后，我们一种心说一定要帮助众生解脱，救护他们的心要升起。那么这里提到说，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大的悲心。那这个悲心，我们的对象是谁呢？我们要向谁，向什么对象来升起这样子强烈的难忍的大悲呢？就是第3句说，于诸痛苦无边的有情众。那这是指说无量的众生在轮回当中受着无量的痛苦，而这些痛苦呢，它不是就是短暂的，而是不断的，而且它的数量也是无边的各种的痛苦，所以被形容说叫做痛苦无边的这些有情众生们，我们要对他们升起悲心。那么谈到悲心的时候，有分3种，一种叫做缘众生的悲心，第2种叫做缘法的悲心，第3个叫无缘的大悲心那么在这里所谈到的悲心呢，是指第3种叫无缘的大悲心。那么什么叫做缘众生的大悲心呢？这是指说看到了众生的苦而升起悲心，这叫缘众生的悲心。那么第2个呢，是看到了轮回的苦，轮回的实相实际的情况而升起的悲心，叫缘法的悲心。那第3个叫无缘的大悲，这是指说证悟到万法的空性，也因此呢，众生没有知道众生没有证得而升起的悲心所以就是这里的第1句跟第2句所讲到的叫无缘的大悲。所以这里说众生自性恒常圆满觉，为悟此故无尽飘轮回。就像在之前的大手印偈文有提到说，每一个众生都具备有清净的这个本性，这个心性它本来就是清净的，没有任何的染污。所以而且每一个众生都是一样的，可以说呢都具备了恒常圆满的觉，就是具备了这个佛性的。但是呢光是有这还不够，因为没有证悟，所以这里说未悟此故。
但是因为众生呢不知道这个自心的清净，这个佛性，也因此呢这里说无尽的漂泊在轮回当中，而且就是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个心性或者这个法性，因此呢在无边的轮回当中不断的流转。所以事实上众生是不需要在轮回当中受这么多的苦的，因为每一个众生都具有这个佛性。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了悟到这一点，所以落入轮回当中，而且与诸痛苦，受着无边的这些痛苦。所以这个升起悲心呢，可以说我们说自圆满跟他圆满两个部分当中的他圆满的，也就是利他圆满的最根本的要点，就是要升起悲心。当有了这个悲心，一切的力量就能展现出来。举个例子，就好像我们释迦牟尼佛看他的一生的这种立身的事业，他的心意。譬如说他第一次说法的时候，初转法轮是在 Varanasi 讲说了四谛的这个道理的时候，那无量的当时的在座的这些弟子们，同时呢之后很多弟子听闻佛法证得了阿罗汉的果位，无量的弟子证得了阿罗汉，这可以说都是因为佛陀他讲说正法而成就了这样子殊胜的利益。之后呢，第二次转法轮叫做转了无相的法轮，那这是指大乘的这些教法了。那也是在印度的这个地方。之后呢，陆续的又有龙树菩萨等等，印度有六个庄严，形容成六的世间的庄严的大师们，也继续的弘扬这个法教，一直下来利益了无量的众生，无量的弟子们从进入了佛门，并且呢进入五道十地的修持，这也可以说是佛陀因为他的说法而利益一直延续下来。同样第三次说法的时候转的是密乘的法轮，这个时候造就了在印度的有84大成就者等等，那不仅是他们自己得到成就，而且呢他们也弘扬这个法门，利益无量的众生，将整个密教金刚乘的法门呢弘扬于世。所以这一切可以说，这一切的利益的产生，可以说都是从佛陀的说法而开始。不只是在我们看到印度呢，佛法是这样子的弘扬兴盛，而且之后呢，像是在汉地，在中国呢，也有非常多的成就者，无量的这一些修持修行者，还有很多的菩萨出现，利益了无量的众生。还有当然其他世界各地都有很多这些实修实证的修行者。举例来讲，还有像在藏地的话呢，虽然这西藏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人也不多，但是呢佛法非常的兴盛，而且呢到现在呢佛法也都非常的兴盛，利益了无量的众生了。那可以说我们看到整个世界上佛法是这么的兴盛，这个利益众生的法教在遍布各个地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那它最开始出现的这个因缘是什么呢？当然佛经当中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在一些经典当中有提到，这最开始就是由于佛陀他一念的悲心，他一念的发心而开始的。那当时呢，这个故事说佛陀他在地狱当中，那在地狱里面要受着很多的苦，譬如说要拉着一种铁的车子，那这时候呢这头佛陀的前身是其中拉着车子当中的2个人的其中一个，他的力量比较大，而另外一位朋友的力量呢比较小，而另外那一位呢一直拉不动，就被狱卒打了之后，在地狱的情况是打了之后死了，马上又会复活，一直受着这样子的苦。所以这个时候佛陀就看到了他的这个朋友说他拉不动还受这样的苦，所以他就升起一念悲心，说跟他那个朋友就说你不要来拉了，让我来做这个工作就好。这时候狱卒一看到之后呢，走过来也就跟他说，你有这么大的悲心的话，那你就来拉，但是也一锤就把他也打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因为他的大悲心，他投身到了天界，然后呢之后修持等等，所以之后呢就转生为佛陀，成就佛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切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佛法整个的开展都是由于佛陀当时的这一念大悲心而展现出来的。那可以说不仅是在
在像是印度而已，像是在汉地、在藏地各个地方呢，都有佛法的兴盛，但它一切的开始就是这样一个珍贵的悲心而开始的。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在修持佛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最根本的要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大悲心。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大悲心是我们一定要具备要升起的。那么如何能升起大悲心呢？他告诉我们说，透过了证悟空性就能够修持大悲心。所以这一个祭文呢，是透过从发愿愿文的角度来说，它是发愿说愿我们能够证悟空性，升起大悲心。从口诀的角度来说，也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如果禅修空性的时候，他是能够升起大悲心的。所以接下来再谈到的是说，那升起大悲心之后，很多人我们会问，那是不是悲心一升起，它就违背了这个空性，好像一个妄念升起了，那这样会不会障碍我们的禅定呢？那下一个偈子就谈到说，其实不会的，因为空性跟悲心也是无二的，所以这是第23个偈子在说的。所以第23个偈文就说，悲时难忍，大悲震撼力，空性赤裸闪耀现于前，于此最胜双运之大道，愿我昼夜修习永不离。所以这个偈文是告诉我们，在空性跟悲心是无二的。所以第一句谈到说，当我们在升起这个悲心的时候，这个难忍的大悲心的时候呢，它是这里中文翻叫震撼力哦，它其实就是一种持续的，就在升起悲心的这个当下，当我们在观视着众生的苦痛的这个悲心升起的同时呢，空性赤裸闪耀现于前，就是在升起悲心的这个同时，我们对于法性、对于空性的这种证悟呢，它是赤裸的闪耀的，也就是它同时是具备的，同时展现出来的。所以这里的赤裸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性的证悟，并不是一种相似的证悟而已，或者说是一种透过逻辑思维的比量推知的一种对空性的理解而已，而是一种赤裸的真实的一种证悟。所以因此能够在悲心升起的同时呢，空性这个赤裸的真实的这种空性也能够展现出来。而这里的空性赤裸展现，就是指我们这样一个明空不二的这个心能够展现出来。所以于此最胜双运之大道，这里的双运指的就是悲性跟空性无二的双运的大道。所以在这里第3句他说，于此最胜双运之大道啊，那在这里他藏文原文的意思说，对于这样子一个空性跟悲心无二的没有错误的这个大道，这里翻最胜，但他的意思说没有错误的大道。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具备空性，就是空性跟悲性当中不具备，没有证悟这个空性，没有证悟法性的话，就代表我们没有证悟这个无我的，这样子不升起这样的智慧的话呢，那我们就会落入错误的轮回的道路当中了，这是一种错误。那么同样，如果说我们没有悲心的话呢，我们就会落入二乘的这样一个错误的道路去了。所以因此说，在这里也就是在悲心不断同时呢，空性也没有被遮止的这样子悲心跟空性双运的情况之下，它被称为叫做最胜的没有错误的道路。为什么说没有错误最胜的呢？就是因为有了悲心，就不会让我们落入到自己解脱涅槃的这一边，同时有了空性的话，会帮助我们不入到这个轮回的错误的这一边哦。所以因此说，我们发愿要对于这样子悲智双运的这样子的一个大道呢，愿我昼夜修习，然后永远不离。那么在刚刚以上22跟23个偈子呢，就是谈到告诉我们在修持大手印的禅修的同时呢，我们也会升起这个大悲心这2个偈文。那么在接下来呢，这里谈到在之前我们说大手印的禅修的要点是有见修行3个部分了，所以在以上这里呢是将其中的见跟修已经介绍过了。
那我们说行的部分呢，行在这里的话呢，主颂的文字当中并没有特别一个祭文提到这是行的部分了，但是补充来解释的话呢，什么是行？所谓的行，渐修行的行呢，它有分两种，一种是有造作的行，第二种是无造作的行为哦。有造作的行为呢，是指外在的身体的各种的行为；那无造作的行呢，是指我们内心的各种的行持哦。所以这里说而在对于大手印的禅修来讲呢，第一个有造作的，就是外在的身口的行持呢，并没有特别注重，而强调的是第二个无造作的内心的一种行持。所以在这里所谓的行呢，无造作的行，就是指内心中的一些行持，譬如说直观的修持、证悟空性、开展智慧的这些见跟修的方式，或者帮助我们提起正念跟觉性的方式呢，这个就是叫做无造作的行的部分。那么同时呢，这里也提到在大手印的禅修当中呢，这并不是在正文当中也提到说有转为道用的修持方法，也就是将很多的情况将它转为是修持佛法的道来使用它，来变为是修持。举例来讲，第一个是将烦恼转为修持，第二个是将痛苦转为修持，第三个是将中阴转为修持，第四个是将死亡转为修持，又叫转为道用了。那我们说在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常常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会开心，但有的时候会很痛苦，所以无论任何的情况，我们都要将它转变为修持譬如说当我们快乐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一定要提醒自己不要忘记佛法，不要忘记禅修，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当我们在快乐的时候也不要忘记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说快乐它也是短暂的，它会转变的，所以我们不要太得意忘形，不要快乐过头，而且不要太贪着它。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呢，要修持禅定，要修持正法。那么同样当痛苦的时候，我们也要将它变为修持，也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痛苦不会是永久的，痛苦它也会转变的，所以我们不要落入到我们伤心的情绪，或者觉得我受到伤害的这样一种情绪当中，而应该提起正念，好好的来修持佛法。就好像在修心的法教里面有提到说，快乐的时候心要平静下来，那么当痛苦的时候呢，不要跟着它走。什么叫痛苦的时候不要跟着它走？是因为痛苦它不会是没有完的，它一定是无常的，所以它会完结的。那重点是我们不要跟着这个痛苦的情绪而走，而要抓准我们的解脱的这个目标，专注在这个目标之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举个例子呢，将病痛或者将痛苦转为道用的方式那我们说痛苦有分为身体的苦，还有我们心理的苦。那么在身体的苦上来说，我们就要将身体的苦呢转为道用。那身体的苦是什么？就比如说生病、病痛。那么有的时候是一些小小的病，那有的时候甚至不用是什么病，我们说我们捏着自己的皮的时候，用力捏的时候，也会有那么一点痛的感觉。所以就好像当这些各种的痛，举例来讲，像捏自己有痛的觉受升起的时候，这也是一种苦。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去看这个痛的本质在哪里，这个痛的心它在哪里。其实呢，这个就跟我们在所谓观自己的心，找这念心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时候我们只是在找这个痛的这种感受，这念心在哪里，但它的意义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就是将我们说各种的病痛转为道用的一个方法。那么刚刚是谈到说将痛苦病痛转为修持，转为道用的一个方法，也就是或者举例像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直接看着这个生病的病的这个本质是什么，这个心痛苦的心的本质而修持。
再来一个方法呢，是将烦恼转为道用的一种修持方法。譬如说，我们都会有很多的情绪，很多的烦恼，譬如说有贪心、嗔恨心，或者嫉妒心，或者会有这种想要伤害别人的心。而在这所有的情绪烦恼当中呢，最强烈、最有力量的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嗔心、嗔恨的一种情绪哦。那么我们对于嗔恨这个生气的心来说，当我们没有找到对治它的方法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嗔恨实在很难以控制，它实在太有力量了，很难以忍受。但是这里我们说要对治这个嗔心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知道有这个生气的念头。那么之前我们在没有对治，没有找到方法降服对治这个嗔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实在很难以控制。但是当你首先第一个知道这个嗔心了，然后呢，你就向内来看你的心，你会觉得，诶，为什么我会生气？这个生气的心它在哪里？这个生气的本质，这个心这个情绪的本质是什么？当你去看的时候，会发觉好像没有一个嗔心存在，你会找不到它。所以这是为什么？因为心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重点透过了这个烦恼，我们证悟到心的本质的时候，当我们了解了这个心的空性的实相的时候，一切的烦恼它自然的就会说散失不见了，或者说它就会减轻了。所以同样这个方法可以适用于我们升起贪心的时候，我们嫉妒心升起的时候，都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观修。就像是在一位大成就者叫 Rana Limpa 的大成就者，他的一个道歌里面就有提到说，将烦恼转为修持方法的一个道歌。这个句子道歌是谈到说，这个嗔恨嗔心它好像看起来很有力量，但是只要你一去观看它的时候，会发觉它不在这里，或者你也找不到它是从哪里升起的，它自然的就空掉了，就自然的空解掉了，解脱掉了。所以当我们有任何的烦恼，强烈的烦恼升起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般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就跟着这个烦恼做不了主而走。譬如说就跟着我们就更多的造了更多的恶业，然后呢就在轮回当中不断的重复轮转。还有一种方法是我们不跟随它，但是呢我们压制它。但事实上这种压制的烦恼也不是就近的方法，所以最就近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直接看这个烦恼这个情绪它的本质是什么，直观它的本质的时候会知道它是空性的，因为它本来就是空性的，也因此它就自然的会解脱。所以以上呢，只是谈到说这个将烦恼转为道用的方法。那么在接下来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将中阴转为道用的方法。那么我们说，首先我们出生在人世间之后遇到临终，最后临终的时候，那临终的时候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识呢，它慢慢会止息，然后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五根呢也会慢慢的停止。那这个时候呢，一切的心事五根都停止之后呢，那什么相貌会显现出来？首先呢，看到的景象是黑，一片的漆黑的景象，而在这个漆黑当中呢，又有一点光明光亮。那这是在大圆满当中有特别的一种修持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谈到比较简单，现在就可以练习的一个方式，就不一定要等到临终之后看到这个黑的情况才做。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练习，也就是当我们把两个眼睛用力的紧闭的时候，然后呢这时候刚开始是会不习惯但是慢慢你会在紧闭的时候，你会一开始是一片漆黑，但慢慢的呢，你会看到当中有各种的光，而且是不同颜色的光，可能蓝色、红色、黄色，然后甚至有不同的形状，而且是各种的形状会展现出来。那么这种光呢，它就被形容叫做法性空性的自显之光，因为它本来并没有这个光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它被形容叫法性自显的这个光明。
而在中阴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临终死亡之后，那同样中阴的时候也会遇到有这样子的情况，一片漆黑，然后中间会有光，但是这个光中阴的时候光是非常非常的亮的。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练习。那同时呢，还有一个方法是，我们的两个牙，我们的上颚跟下颚牙齿紧闭的时候，咬紧的时候，然后我们仔细听，会从耳朵会有一种声音，隐隐约约的声音，慢慢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大。那这个声音它被形容叫做法性自显的声，从法性当中自己显露出来的声音。那么就好像在中阴的时候，我们说死亡之后，同样会听到很大的声音，它像是1000个雷一起在打的这种强烈的声音。但是我们在生前，我们就可以先透过第一个眼睛紧闭的方式去看，然后呢咬紧牙齿，然后耳朵去听的这两个方式。所以眼睛去看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练习，那个光亮它会越来越微弱，越来越柔软。同时透过这个方法也帮助我们在中阴的时候呢，能够不恐惧不害怕。同样声音的方式，我们现在生前练习听这个声音，这个声音会越来越轻，越来越小，然后呢我们也不会害怕这个声音了。所以呢这个方式也跟我们说观修心性的实相相结合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个声音，对于这一切的看到的景象，这个光亮呢，我们能够认识它的实相，而这个就是叫做将中阴转为道用的一个方法。所以以上呢是谈到转为道用的方法。那么就好像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烦恼的障碍、死亡的这种障碍，或者病痛还有各种的痛苦的障碍等等。那我们要将这些障碍呢都转为是修持，转为是佛法道用，那么不被这些烦恼障碍所影响了。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呢就是大手印的修持方法之一哦，就是将这些障碍的情况转为道用。那么在接下来谈到24跟25个偈子呢，就是讲到说最后成就的果位，修持了大手印之后会成就的果位。那它也分为暂时跟就近的部分，也就是修持大手印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些成果。那我们说透过了修持大手印的力量呢，如果我们彻底的精进，能够得到最圆满的果实，这是最好的。但是修一点点，能够尽力来修呢，它也是很难得的一件事哦。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偈文呢，它主要是告诉我们完全圆满修持了大手印的果实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他说修力所生言等诸神通，成熟有情清净诸佛刹，愿以成就践行诸佛法，圆满成熟清净成正觉。那这里是第一句说，透过修力，就是修持大手印的力量，能够升起眼等诸神通，就是升起五眼，譬如说有智慧之眼等等五眼，还有各种的神通能够展现出来。那同时呢，这样的大手印还具备了修持果实具备了有3个，一个是成熟，第2个是清净，还有第3个是圆满，有这3个部分。那么有这种力量，这种就近的力量也分别就是我们说5到10地当中的后面的3个境地，第8、第9、第10个3个境地呢，就分别有这样子的成熟、清净跟圆满这3个部分。那这3个部分分别在首先第2个句子当中谈到说成熟有情哦。那成熟有情是指说形容说有情他能够慢慢成熟，也就是刚开始这个人这个众生，他对佛法可能不相信，也没有恭敬，也没有智慧，没有精进。但是慢慢的呢，他越来越成熟，他本来没有精进，慢慢有精进，本来没有证悟，慢慢有证悟，慢慢的信心智慧都开启，这叫成熟。举例来讲，就好像一个水果，就是一个水果如果生的时候是不能吃的，但是慢慢成熟之后就能够食用它。所以同样这是指说透过大手印的一种修持的力量，我们能够自利，也能够利他，让众生慢慢的这种信心智慧能够成熟，能够开展。那么第2个呢是
清净诸佛刹。那这是指说，让各个地方本来有一些是没有佛法的地方，然后让没有修持的地方，就是没有修持正法的地方呢，透过了佛陀的加持，透过了佛法的真谛的力量呢，而让这些地方都清净了，都成为是佛刹是一般的。再来第三个是圆满。那圆满的意思是第三句说愿以成就践行诸佛法。那么是指说呢，愿透过这样子的一种修持，让这些地方清净了，众生能够修持佛法，并且能够修持成佛，然后呢慢慢的证得这个究竟的次第的慢慢的践行，就是次第的慢慢的呢修持佛法，而得到了圆满。所以最后是什么？圆满成熟清净成正觉，也就是最后呢，透过了这样子的圆满清净，还有成熟有情呢，最后能够得到究竟的佛果成正觉。那么这就是谈到说，透过了证悟大手印，或者我们说成佛的这样一个果位哦。那么在过去修持大手印的行者，一些大成就者，他最后示现的成就的征兆，譬如说他会形容叫做进入空行的境界哦。那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进入涅槃，而是不舍这个身体，整个身体呢，他就直接到这个空行的净土去了。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位叫惹中朵杰扎巴这样一位大师，他过去的传记当中形容说，他就是直接整个身体就到了空行的境界去。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呢是红光身，也就是证悟了心的空性之后呢，他这个身体他最后只剩下这个头发跟这个指甲而留下来等等，也会有这样的一种红光身的一种证悟。这可以说都是修持了大手印证悟心性一些特殊殊胜的一些成果。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说任何一点的修持它都是不会浪费的。同时呢，我们在任何情况生活当中，我们遇到任何的逆境，任何的烦恼，我们也要将大手印的修持用在这个上面，这是很重要的。那么在接下来第25个偈文，这里说十方诸佛佛子大悲力，所有一切清净善业力，愿我以及一切诸有情，所有尽愿如意皆成就。那么这是最后一个偈文，也是整个愿文当中的结行的最后的这个部分。那么就像是在之前从整个偈文最开始有谈到说，我们修持大手印的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比如说要具备信心、智慧、精进、暇满人生，一直陆续的谈到说，同时要具备什么样的智慧，同时要有什么见解，怎么样的修持、直观的修持等等，最后刚刚谈到会证得什么样的果位。那一直到最后，这都是我们发愿说能够证得、能够亲见等等。那因此最后一个偈文，我们发愿一切所愿如意皆成就。那么一般来说，我们发的愿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可以成就实现的愿，一个是不能实现的愿望。什么叫做不能实现的愿望呢？这只是一种发愿，普通的发愿。譬如说，人们就举例说，他发愿说现在前面要有一朵花，那么他就一个人没有行动，只是这样子想的话呢，这个花它是不会凭空而出现，你再多久的时间再一直想，它也不会出现。但是呢，如果说当因缘和合的时候，同时我们首先心中有这么一个清楚的清净的一个发愿跟动机，同时呢再加上因缘和合的时候，它就能够实现。举个例子说譬如我发愿说要有这么一朵花，然后在前面我真的就去买了一个瓶子，里面放了土，然后有种子也有肥料的话，这个花它就真的会长成，会出现。同样，我们现在在做大手印的一个修持，我们一直发愿说，希望大手印的证悟能够实现，愿大手印的果实能够展现，愿我们的一切修持能够圆满如意等等。那这一切的愿呢，不就是凭空发的愿而已？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佛门，而且我们也真正的是要实际去修持。那透过实际修持，在这样的愿望呢，它才会实现的。所以在这第25个偈文当中就谈到说，首先透过十方诸佛还有佛子，就是菩萨们的大悲力那由于佛与佛子都具备了这个智慧之眼，他随时大悲是眷顾着我们的，
同时呢，还要依靠是所有一切清净善业力，也就是自己所积聚的一切的这些善业，就好像在之前祭文第2个祭文说，我一切意乐加行清净的学山身，也就是我们一切心想的，还有各种的行为上的善业呢，还有我们所有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这些清净的善业的力量，愿第3个句子说，愿我以及一切的有情，那不只是自己，还有一切的有情都能够的所有的敬愿呢，都如意皆成就。那么这是最后一个发愿文。发愿的时候，我们除了口上在念诵之外，同时我们心中也要有这种很强烈的一种心，说我真的要达成这样的一个目的。那就好，同时当我们有了这样子一种心愿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按照像整个愿文当中所谈到的修行的次第，逐步的来修持与进步，最后呢证得果位。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愿文呢，它不仅是发愿，而且它也是一个口诀，告诉我们要如此来实行。以上呢是第3世大宝法王仁宗多杰所写的了义大手印的祈愿文呢，在这里就圆满的讲解过了。在这里呢，这几天的时间当中，看到各位真的是很了不起。那这几天的当中呢，大家忍受着，也能够愿意这样子花很多的时间，而且抛下一切的工作，来到这个地方一起来闭关。而且我们领受大乘8关斋戒，而且看到大家尽力的在做各种的禅修，而且听闻法教，这实在是非常的难得，而且也真的感受到各位真的很了不起，能够这样做到。因为香港呢，它实在是一个很繁忙的地方，而且每一个人呢都有很多的责任、很多的工作要承担。但是这几天，各位能够把一切的工作全部都丢在身后，抛在脑后，而愿意说来学习这样子一个法门，而且对这个法门大家很有信心，也有恭敬心，想要真的了解它的意义，而且大家也觉得会感受到说这个法门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对众生是非常有帮助的，有这样子的一种了解，这实在是很难得的。所以尤其这几天事实上也是 weekend， 就是这个假期。我们一般来说，一般假期是大家要好好，我们说家人团聚的，或者说是出去看看电影、逛逛街的这样一个时间哦。但是这一次大家都抛下了这一切，然后呢，真的是愿意来听闻佛法，而且是晚上也不吃饭的这样子听闻佛法，过午不食，然后愿意来禅修，那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很难得的。那么在未来来说呢，在我们这次学的大手印全文第3世大宝法王所写的，它很简短，只有25个偈文，但是里面包含了整个修持大手印的要义都在里面。但各位未来有机会的话呢，还是应该多读诵更多有关大手印的这一些法教，慢慢去接触、去读诵，这会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就像是我们说在噶举的祖师当中呢，我们说一般来讲上师呢，它有分为很多种，一种呢叫做如来经教的上师，还有一种叫圣意的上师，还有传承的上师等等，有很多种上师啊。那在这里我们所谓的如来法教的上师呢，这指的就是像是佛陀所说的教法，或者是由这些祖师大德所开始撰写的这一些法本、这些教授本等等，他们其实这些经典就如同上师是一般的。所以如果我们去读诵它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能够对佛法升起信心，对法教有一个了解，而且愿意精进去修持，而开发智慧等等。所以阅读这些经典，其实大家就像是在亲近上师是一样的。那么讲到过去来讲呢，我们说西藏的佛法非常兴盛，然后密乘的法教非常兴盛，很多人修持。但是就像是一个偈文形容说，是雪域环绕
山当中的这样一个地方了的国土净土。也就是说呢，虽然这些法教非常兴盛，但它只局限在这个雪域藏地它并没有弘扬到外面去。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说是佛陀的恩德，还有上师们的一个祖师大德们的加持，现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得到佛法，而且都可以阅读到很多的这些典籍。其中尤其我们说，其实25、30、40多年前，那这个大手印方面的法教呢，翻译的还很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大手印的教法，无论在中文、英文呢，都有翻译出来。举例来说，像是第9世大宝法王的对大手印的一个解释，有分广、中、略3个部分。广的经典呢就是疗意海，中的呢叫做消除无明之暗，第3个是叫最简略的叫直指法身，有这3个教本。或者说还有一位叫达波扎西南嘎一位大师，他写的一个叫月光的大手印的介绍，还有一个简短本叫明示大手印的这样一个介绍本，一个法本。所以可以说这些都是非常特殊的教本。那我们看到在英文里面这全部都已经翻译出来了，那在其他的语言当中，像是中文其他语言也有部分已经翻译出来了。所以在座的每一位呢，如果这些已经翻译出来的，那么大家多去读诵是非常的好。那么还没有翻译出来的人，且也希望有能力翻译的人呢，好好把他们翻译出来。然后有能力可以赞助这个事业的人呢，也尽力的来多帮助赞助这样一个翻译的事业，因为这样子真的能够利益非常非常多的人，不仅利益自己，也利益他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功德。请接下来是问问题，那么请尊贵的仁波切开示。这里说明空不二，空是遍一切处的，可是感受到明是不与其他人共有的。那么第一个问题说，那这个明空不二，共或不共，这样是对的吗？第二个问题，既然这明又空，明不与他人共，就会感觉有一个找不到的，又与他人不同的能力，这与我有何不同呢？那么首先呢，回答说，这个所谓的明呢，它并不是所谓的我。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明它的本质也就是空性的，所以如果说这个明它是一个实有的东西的话，那你可以把它说为所谓的一个我，但并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再来第二个问题又问到说，空好像遍及一切，而明没有遍及一切，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空中就具有了明，而明中的本质也就是空的。就好像在经典当中有形容说，这样子空明不二的情况，它是遍满一切地方的，它是没有一个地方不具备这样子的特性的，所以说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接下来第二个问题说，空明不二一句，空代表心性的本质，是否理事念皆空？又明是指哪一方面？是明白事理万法因缘法的能力，或是万法唯心作那种能力？请相加解释。所以在这里呢，这个明呢，并不是所谓了解一切万法，或者说万法唯心它所谓的明，可以说就是明白一切，能够清晰的展现明白一切，所以这个可以叫做明所以是指说，它虽然是能知一切，但是它的本质是空性的，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但这里的空呢，并不是说一个空一个完空并不是这样的情况。举例来说，像天空，我们被称它为是完空，因为它里面没有明性的部分。或者简略的来讲，就是说，所谓为什么会谈到明空呢？是因为我们的心性呢，它是有这个本质是空的，但是它却并不是像所谓的石头一样，什么都没有明的部分。所以这是最主要强调说明空不二它的意思。这里先说问题很多，不好意思。那第一个，请仁波切开始。第一，大手印是解脱道，净土法门是方便道，修气脉明点破瓦法那洛法也是方便道吗？大手印是发愿再来度众生，发菩提心是金刚乘，破瓦那洛法净土法门是金刚乘吗？昨天仁波切开示净土法门是暂时投生比较好的地方，暂时的意思是什么呢？破瓦净土法门不是可以带业往生的吗？
不用再轮回的吗？方便道、解脱道的差别在哪里？那么我昨天听到仁波切说是暂时的，我觉得人的业障很重，所以常发愿一切众生投生阿弥陀佛净土，那是对的吗？这是他的第一个问题。那么首先解释到说方便道跟解脱道的方式的不同了。首先方便道的方便指的就是各种不同的方式，各种不同的用法，然后来帮助我们证悟心性，也就是重点是我们要认知到万法的实相是什么。那正知道万法的实相，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观心的这种方法，它被称为叫解脱道。但是其他有很多不同各式各样的其他方法，像那罗六法或者是净土法门等等呢，它可以被称为是叫做方便道，所以这是最主要差别的意思。那么同时在第一个问题当中也有问到说什么叫做暂时跟就近譬如提到投身净土，修持净土法门是一个暂时的法门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首先阿弥陀佛的这种修持方式，它被称为叫做暂时的，这是因为这个法门它帮助我们不投身到恶道，而能投身到净土。因为如果投身到恶道的话，我们就没有时间修持佛法，因为太多的痛苦，也没有机会修持佛法，因此要投身净土，就能够有各种机会修持这个法门，所以它是属于一个方便的法门。那么为什么它被称为叫暂时呢？因为投身净土，你并不是直接说我为了证得佛果，而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先暂时没有各种的痛苦，由于没有痛苦而具备各种修持佛法的条件，而能够没有障碍的修持佛法，所以它是指一个暂时的一个方法。那所谓的就近的法门呢，它指的是直接的譬如说修持断除烦恼，还有证悟增长功德一切的这种方式，就是直接成佛的方法，被称为叫做就近的法门。那么再来第二个问题说，心可以说是阿赖耶识吗？云可以说是业障吗？云散开了就会看到自性，是等于业消除了。阿赖耶识没业的种子了，就会平静安定的，可以这么说吗？六道轮回也是阿赖耶识的善恶种子而组合，可以这么说的吗？那么这里是谈到有关提到那个云在这里云的消散并不代表是业因为这最主要是在三种智慧开启的时候，透过了闻所成慧的时候，我们的云就会散失。这里的云指的是无知的意思所以就是说透过对于佛法的一个了解，依靠上师学习了法教之后，这个无知的云就能够散开，那么听闻佛法的智慧就能展现，所以是这个意思的。那么有谈到说心是不是阿赖耶识？我们说心它可以是一个总体的名字，那在大手印取愿文当中呢，并没有特别详细的去分类说心，详细的解释心有几种分类等等。但是如果去分类的话，心它可以有8识，同时它还有心王跟支分等等的各种的分类。那么总之这里的阿赖耶识呢，它指的是我们一种明的部分，一直持续不断的这个部分，它叫做第8阿赖耶识，也叫做藏识所以我们说阿赖耶识是心，但是心不一定全部都是阿赖耶识，它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提到说祈愿文中有提到离有无、离增损、离涅槃，是否说当一个人的业障尽除，在轮回中的，可是因为心是不动了、平静的、安定的，更不受外在一切影响，那跟涅槃是没有分别的，可以这样子来思维吗？那么在这里我们要分清楚什么是业跟什么是烦恼所谓的业是指身口意的各种的业，而这是指各种有漏的，只是还有烦恼的这些业的话，那就是造成我们轮回各种的苦的各种的景象展现的，也就是我们身口意的这些有烦恼有漏的这些业。但是我们说业的消除并不代表说烦恼也消除了，那这两个是不同的。那么烦恼的消除的方法呢，那是指说透过如果大手印的方式就是直接观心的方式，那么大乘的方式就是观修空性，而小乘呢是观修人无我等等。那么所以可以说当我们证悟了心性
然后能够断除烦恼的话，它才可以叫做真正的涅槃哦。再来，这里说当观心时，如没有心念，应该什么？如何来观？第二个大手印愿文一共有2个翻译，那么哪一个为准，或是一样都可以。那么第一个回答是说，当我们说无论自己是有念头还是没有念头的时候呢，重点就是直观，还是直观我们心的本质哦，直观我们心的那个本质跟实相，那这个是最主要的部分。那现在时间也到了，那我们就讲到这里了。